各位商戶大家好，我係商戶加盟部門嘅阿明。首先好感謝各位商戶百忙之中都參加今日嘅線上講座。今日我會同大家介紹下 HAT Mall 呢個平台以及加盟嘅流程。咁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開始啦。一講到 HAT Mall，相信大家會即刻聯想到我哋係一個24小時嘅網上購物平台，但係背後有啲咩因素能夠令到我哋成為全香港 No.1 嘅電商平台呢？首先，我哋有完善嘅物流，我哋有倉庫、自家嘅物流團隊同埋超過460間嘅自提店，所以不論係送貨上門定係門市自取都十分之便利。而我哋平台咧都用咗好多大數據去分析我哋消費者嘅購物習慣，從而提升用戶嘅購物體驗。近年喺我哋平台咧，亦都新添咗好多互動化嘅元素，包括係直播。除咗本地市場之外咧，我哋近年亦都係拓展緊好多海外市場，包括澳洲、澳門、加拿大同埋英國。我哋亦都可以幫商戶將產品配送到去呢啲海外嘅地方。咁而我哋平台咧都有完善嘅營銷同埋廣告方案啦，去幫助到商戶你哋增加生意額嘅。咁講到 HAT Mall 嘅里程碑，我哋除咗係一間上市公司之外咧，其實 HAT Mall 喺2015年已經成立，至今我哋已經超過成立10週年啦。而近年咧，我哋都做咗好多新嘅項目，包括係我哋拓展緊海外嘅業務啦。例如澳洲、澳門、加拿大、英國，我哋而家都可以配送產品去到以上嘅地方。另外啦，我哋2023年亦都設立咗一站式網店方案 The Pace， 而最為人知曉嘅一定係街市即日送呢一個活動啦。咁近年我哋最新嘅市場營銷活動就有$cashback 嘅活動。咁喺未來咧，我哋都會積極去拓展一啲新嘅業務嘅。咁 HAT Mall 有啲咩優勢呢？當然最大嘅優勢就係我哋有強大嘅流量同埋一班忠實嘅用戶。我哋 HAT Mall 應用程式嘅下載量已經超過620萬，而每月嘅活躍設備咧係去到160萬咁多。更加值得睇睇嘅就係每個月嘅訂單量係超過140萬，以及獨立用戶咧係高達290萬位咁多。簡單嚟講，原來每3個香港人就有一個曾經喺我哋平台買過嘢。大家可以睇睇2015年去到2025年呢10年期間呢，我哋獨立客戶嘅數目咧係持續增長緊嘅。喺2025年呢，更加係創咗最新嘅紀錄，係超過154萬。喺我哋平台而家有14個產品同埋類別係做緊嘅，商戶同埋供應商嘅數量咧更加係超過6400個，而產品數量咧更加係超過210萬。簡單嚟講，消費者可以好容易就喺 HAT Mall 搜索到唔同嘅產品，甚至係服務嘅類別。相信商戶都好關心我哋嘅業績同埋有冇啲實質數據可以分享下。大家可以睇睇我哋2025年嘅銷售表現。喺2025年呢，我哋總共係做咗78.9億生意咁多嘅，而當中糧油雜貨佔咗43%，係最受歡迎嘅產品類別。第二位呢，就係美容同埋健康嘅產品，第三位就係寵物用品。而寵物用品呢2年嘅升幅都係好明顯嘅。其他嘅就有電子電器產品、其他類別同埋母嬰產品等等。所以各位商戶，如果你哋有以上產品類別嘅話咧，我哋都係鼓勵你快啲上架嘅。而我哋平台咧有4大優勢係有利商戶去發展電商市場嘅。首先，我哋擁有優質嘅客戶群，HAT Mall 用戶嘅消費能力咧平均嚟講都係比較高嘅。我哋平均嘅訂單價值係高嘅。加上我哋平台咧係零容忍假貨同埋劣質產品嘅上架，因此係增加到消費者對我哋平台嘅信心。第二樣嘢，我哋係有健康嘅交易環境。作為商戶嚟講，我相信你哋一定係好關注退貨率呢個問題。我哋 HAT Mall 咧係執行嚴格嘅無理由退貨政策，平台整體嘅退貨率咧係少於1% 嘅。
另外啦，我哋都有優質嘅免費流量去幫助商戶你哋曝光你哋嘅產品，而我哋咧亦都係鼓勵有競爭力同埋有優質嘅產品去上架喺我哋平台嘅。咁而大家可以發現啦，其實喺唔同嘅產品類別咧，都有好多國際知名嘅品牌已經係上咗架㗎啦。咁而大家咧可以睇睇我哋 HATMO 用戶嘅一啲數據啦，大家可以見到我哋用戶男性女性嘅比例係十分之平均嘅，而我哋 HATMO 用戶嘅年齡層咧係十分之廣泛嘅喎，由18歲去到65歲都係我哋嘅用戶，並且每一個年齡層嘅比例咧十分之平均嘅，我哋有強大嘅滲透率。最重要嘅一點，每一個客戶每一季度平均嘅購買頻率咧係高達4.7次。總括而言咧，HATMO 係能夠為商戶提供個穩定嘅銷售。除咗本地市場之外咧，我哋亦都係積極咁拓展海外市場。正如頭先所講，我哋而家能夠幫商戶配送產品去到澳門、澳洲、加拿大、英國，只要符合相關資格嘅產品，我哋會幫助商戶用同一樣嘅產品佣金，就可以幫你哋拓展海外市場同埋吸納海外嘅用戶。講到 HATMO 最成功嘅因素，不得不提我哋嘅物流倉庫。而家喺我哋倉庫入邊咧，我哋係採取緊德國嘅自動化執貨系統。我哋擁有龐大自動化嘅倉庫網絡，同埋每一日咧係可以處理到超過10萬張訂單咁多嘅。而我哋 HATMO 咧，每一日係有超過350架運輸車營運緊啦，以及係有超過75家 O2O 嘅門店，係方便消費者咧係好容易就可以攞到貨嘅。咁喺香港咧，我哋有7大嘅倉庫，包括喺屯門、葵涌、上水、青衣同埋將軍澳。咁我哋每一個倉庫咧都會處理唔同溫度嘅產品。假如商戶你哋係常溫產品咧，咁就可以送去屯門倉庫。咁大家可以見到畫面上呢3張相咧，就係我哋自動化倉庫嘅一啲系統同埋機械啦，包括我哋用緊機械化嘅自動執貨啦、自動導引車啦，同埋自動化嘅分揀系統。呢一啲系統咧都會取代咗用人手去執貨，大大咁縮減咗倉庫處理訂單同埋包裝嘅情況。唔知各位商戶有冇喺 HATMO 買過嘢呢？如果你哋曾經有喺 HATMO 買過嘢，可能你哋會發現到，原來唔同溫度嘅產品呢，我哋都能夠做到同一日同一張訂單就送到去你屋企。點解能夠做到呢？原因係因為我哋嘅運輸車有3種唔同溫度嘅儲備功能，包括我哋可以存放-18度嘅產品啦、0至4度啦，同埋普通常溫嘅產品。因此係大大咁縮減咗配送嘅時間，而我哋每一日咧更加係有超過350架嘅貨車每日都營運緊嘅。相信你哋喺街度成日都會見到我哋 HATMO 嘅貨車啦。咁另外關於取貨方面咧，其實我哋喺香港咧已經有超過460間自提店，包括我哋有 HATMO O2O 嘅門市可以俾消費者攞貨啦。而家咧喺香港郵政局同埋 Circle K 便利店都可以攞到 HATMO 嘅貨，所以咧係十分之便利嘅。除咗有完善嘅物流去配合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好多好有效果嘅推廣工具去俾商戶去使用嘅。相信大家最近都有睇到我哋老闆黃維基先生喺度推行緊一個85折嘅促銷活動。咁喺新聞啦，甚至乎係大型嘅電視台 TVB 咧，都有喺度做緊好多我哋 HATMO 85折嘅宣傳。而呢一個大型嘅促銷活動咧，令到我哋單日嘅銷售額已經超過咗4000萬咁多。所以商戶加盟咗之後，如果有呢啲大型嘅促銷活動，都係可以好好咁幫助你哋提高你哋嘅生意額。而呢一啲大型嘅活動咧，我哋 HATMO 係會承擔折扣率嘅。簡單嚟講，我哋出錢就幫你哋做減價。咁除咗啲大型嘅促銷活動之外咧，我哋每一年咧都會投放好多資源去做廣告嘅，包括2023年嘅阿媽都話正啦，2024年嘅街市即日送，同埋2025年嘅嘟嘟讚。我哋更加係請咗黃子華同埋鄭裕玲小姐去幫我哋做廣告嘅。點解我哋每一年要投放超過過億
嘅金額去做廣告呢？除咗係希望鞏固 HAT Mall 嘅品牌知名度之外，更加係希望為商戶你哋帶嚟更大流量嘅一個營銷環境。咁除咗廣告之外，我哋每一年呢，其實都有定期嘅促銷活動係佢舉行，亦都係免費俾商戶報名嘅。包括每一年嘅5月就係我哋感謝節啦，我哋會做好多促銷嘅活動。而 VIP Day 呢，就係我哋定期會搞嘅一個促銷活動。只要商戶你哋嘅產品係入選咗呢一啲活動入邊呢，我哋都係會免費幫你哋嘅產品有更加多嘅曝光嘅機會。而多啲參加呢一啲免費嘅促銷活動，亦都可以幫助到你哋嘅生意額。除咗促銷活動之外呢，我哋亦都有專屬嘅行銷策略。例如，我哋會為咗一啲個別嘅消費者呢，去進行一啲個人嘅專屬價。例如，如果我哋發現有消費者係長期買開你哋嘅產品，但係有一段時間冇買嘅話呢，我哋係會提供個人專屬價去俾呢一類嘅消費者嘅。而呢一個折扣優惠呢，都係由 HAT Mall 去承擔嘅，目的就係希望刺激客人嘅購買意欲，同埋幫助到商戶你哋去提升生意額。另外咧，我哋都有限時嘅加單優惠啦。當消費者去擺咗購物車結算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免運費嘅加單優惠俾翻佢哋嘅，刺激佢哋即時購買嘅需求。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會員制 Plus 價同埋 Green Up 臨期百貨嘅推行啦。咁如果之後商戶你哋有個別嘅產品係適合呢一啲計劃嘅話咧，你都可以聯絡翻個別嘅部門去參加嘅。其實大家咧，如果有打開我哋 HAT Mall，你會發現我哋最近多咗好多直播嘅元素。原因係我哋唔希望淨係一買一賣咁簡單，希望增加同消費者之間嘅互動，同埋幫助商戶你哋去增加多啲生意。除咗直播之外咧，我哋平台都有幾個功能係俾商戶去使用嘅。包括商戶可以開通查詢商家功能啦，你哋可以解答消費者嘅疑惑，增加佢哋購買嘅意欲。而 ShareHub 同埋 ChitChat 咧就好似一個社交媒體咁樣，好似平時用開嘅 Facebook 啦，可以增加商家同埋消費者之間嘅互動。然之後，如果商戶你哋有啲優惠或者優惠券咧，你哋可以喺商戶群組度發布啦，亦都係幫助你哋去吸納更加多嘅客戶。而我哋 HAT Mall 咧，定期都會舉行線上同埋線下嘅講座，希望幫助商戶去了解更加多市場嘅環境。咁我哋亦都有超過50多種嘅廣告方案去提供俾商戶嘅，包括係一啲橫幅嘅廣告啦，同埋一啲關鍵詞嘅廣告。咁商戶你哋就可以根據你哋嘅需求，去揾多一班啱你哋嘅客戶去推送你哋嘅產品。咁當你哋營運咗一段時間之後啦，你哋都可以喺後台度睇翻啲商戶數據分析，我哋會有啲免費嘅報告去俾翻你哋嘅，等你哋咧可以更加了解到你哋產品嘅優勢，同埋進行更加多嘅市場策劃。以下落嚟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下一啲做得比較好嘅商戶例子啦。咁以蘇寧為例啦，大家都知道蘇寧係一個電器嘅品牌。咁佢喺我哋 HAT Mall 一場直播咧，其實已經做咗差唔多接近90萬嘅生意。除咗直播之外咧，佢哋產品數量都係比較多嘅。佢哋而家擺咗超過1700件嘅商品喺 HAT Mall 度上架，而佢哋咧係會積極去參加啲促銷嘅活動啦，同埋咧佢哋會將啲獨家嘅產品係擺喺我哋平台度發售嘅。呢幾樣做法咧，都能夠令到佢哋嘅生意額咧係維持一個幾好嘅水平。咁除咗一大牌子之外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啲中小企業啦。EasyScare 佢係一個新嘅娛樂品牌，佢都係會成日用開直播呢個嘅工具嘅。咁一場直播咧，就可以為佢哋帶嚟超過3萬蚊嘅生意額啦。個半鐘嘅直播入邊，佢哋已經賣咗超過477杯嘅乳酪。另一個中小企業嘅品牌咧，就係麥豆啦。咁佢哋咧就揀咗 HAT Mall 成為佢哋首個嘅銷售渠道啦。喺第一個季度已經賣咗超過1000件商品啦。點解佢哋會做得咁好呢？大家都可以參考下嘅就係佢哋唔單止咧會上載產品嘅相片啦，佢哋更加係會上架一啲影片，同埋會用一啲好靚嘅產品相片啦，去吸引消費者去揀佢哋嘅產品嘅。
另外咧，佢哋嘅貓砂咧，亦都係有用到 3PL 嘅服務，可以幫佢哋做到8小時嘅配送。咁而養生咧就係一個小品牌啦，但係佢哋加埋 HKTMO 之後咧，佢哋嘅營業額都有3倍嘅增長。原因係佢哋會將佢哋王牌產品整成一啲贈品去送俾消費者，令到佢哋可以儲到好多嘅回頭客。同埋咧，佢哋都係一樣啦，會用到好多吸引人注目嘅產品相片，咁都係令到佢哋生意係做得咁好嘅原因。除咗你哋可以參考以上頭先所講一啲做得比較好嘅商戶做法之外咧，日後如果你哋有適合，譬如可能篤篤讚啊，或者街市即日送呢一類嘅產品咧，你都可以聯絡翻呢啲部門，去幫助你哋有更加多嘅商業模式可以進行。講咗咁耐，相信各位商戶都想知道我哋加盟係需要啲咩流程同埋文件呢？咁關於 HKTMO 方面，我哋需要嘅咧就係你哋嘅公司註冊證，即係 BL 同埋月結單啦。咁我哋 HKTMO 處理加盟嘅時間咧，大約係3至5個工作天就可以完成㗎啦。咁如果係 The Pace 嘅話咧，我哋一日就可以最快就完成咗加盟嘅申請啦。同埋咧，個人嘅身份我哋都係接受嘅。咁關於呢個網店 The Pace，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完咗呢個講座坊再去同加盟部門我哋嘅同事啦，去了解更加多嘅。咁當你哋上咗架之後咧，你哋會用到我哋一個後台叫 MMS 去管理你日後嘅營運，包括係訂單管理啦、更改庫存等等啦。我哋 HKTMO 咧一個後台就可以處理晒所有嘅營運功能。如果日後有任何問題咧，你哋都可以喺呢個後台揾翻一個聯絡我們去作出查詢嘅。包括係如果營運或者系統有啲咩問題咧，你哋就可以揾翻相關嘅部門協助翻你哋。咁不論係售前啦、準備啦，定係售後咧，我幫助商戶好輕鬆咁樣去掌握你哋嘅日常營運。包括喺售前咧，你哋只係需要準備產品相片同埋描述啦，就可以擺喺我哋後台 MMS 度嗰度進行編輯同埋上架噶啦。咁如果有人買你哋嘅嘢啦，你哋喺後台度 down 翻張 Waybill，做翻個包裝就可以送翻去指定嘅倉庫。咁入咗倉嘅產品咧，我哋都會幫你配送到去消費者手上嘅。咁如果客人有關售後有啲咩問題咧，我哋 HKTMO 都係有 CS 部門去協助翻大家啦。我哋會將客人嘅訴求轉告翻俾你哋嘅。咁我哋而家 HKTMO 咧係做緊2日標準集運。簡單理解就係每一日嘅中午1點鐘，我哋會停止訂單。商戶你哋如果有收到 order 嘅情況咧，就喺當日嘅夜晚8點鐘之前，將佢包裝好送翻我哋指定嘅倉庫。如果係一啲急凍或者冷藏嘅產品咧，就喺6點鐘之前送到就 OK 啦。咁入咗倉嘅產品咧，我哋係會幫手配送到去消費者嘅屋企或者自提點度，亦都係好短嘅時間咧，就可以消費者收到你哋嘅產品啦。咁更加一樣嘢可以講講嘅就係，只要你哋嘅商品係符合資格咧，我哋都可以幫你哋將件產品送到去海外嘅，包括係加拿大、英國、澳洲。咁今日咧，為咗答謝大家喺百忙之中都參加我哋嘅線上講座坊啦，所以即日起7日之內完成付款同埋加盟手續咧，如果喺 HKTMO 嘅話，我哋會額外送多1萬蚊嘅廣告金俾你哋啦。如果係有興趣加盟 The Pace 嘅話咧，我哋會送翻橫幅廣告同埋一啲新店曝光嘅推薦俾你哋嘅。咁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完結咗之後，如果有任何問題咧，都可以聯絡翻我哋商戶加盟部門嘅同事啦。我哋會1對1去解答你哋嘅疑問，同埋俾翻啲建議你哋嘅。咁再次好感謝多謝今日大家嘅時間。今日時間差唔多啦，拜拜。